心经2遍，还有弥勒心经3遍。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第1遍。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戒敌戒地，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埵呵。恭诵般若波罗蜜多心经第2遍。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度一切苦厄。舍利子，色不异空，空不异色，色即是空，空即是色，受想行识亦复如是。舍利子，是诸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无眼耳鼻舌身意，无色声香味触法，无眼界乃至无意识界，无无明亦无无明尽，乃至无老死亦无老死尽，无苦集灭道，无智亦无得，以无所得故，菩提萨埵。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心无挂碍，无挂碍故，无有恐怖，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三世诸佛依般若波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般若波罗蜜多是大神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故说般若波罗蜜多咒，即说咒曰：揭谛揭谛，波罗揭谛，波罗僧揭谛，菩提萨埵呵。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1遍。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不非轻，灵宝齐如灵三地，拈花印证考三圣，落在中原三星地，大正四川王桃心，天真说缘化圣号，等待时至点神兵，云雷震开护疾图，天下神鬼不安宁。今在人天中华母，九莲圣教归上圣，天花老母垂玉线，多元显化在古东，南北两极连中续，滚圆古刹在中央，老母降下通天窍，无垠山前对河童，因而要想归家去，此念当来弥勒经，用心持念佛来救，朵朵金莲去超生，自得西来白羊子，香而点铁化成金，每日至今常持念，三灾八难不来侵，要想成佛勤礼拜，常持聪明智慧心，休听邪人胡说话，劳酸一马念无声，老母降下真天咒，
用心持念有神通，满天星斗都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城隍来对号，报事灵统查得清，三官大帝慈悲助，赦罪三朝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经典文部接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四位菩萨救众生，金陵36员将，500灵官紧随跟，不住弥勒成大道，保佑香儿得安宁。北方真武为将帅，金脸红华显神通，择其照其遮日月，头顶身罗七宝星，威震北方为帅首，肃清诸恶挂甲兵，搭救猿人香儿女，火光落地化为尘，四海龙王来助道，各驾祥云去腾空，十方天兵护佛驾，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到山阳弥勒尊，吾皇敕令地下生，说服难言归正中，来往照下真言咒，传下当来大藏经，因而刹女常持念，邪神不敢来近身，只念一遍神通大，只念2遍得超生，只念3遍神鬼怕，魍魉邪魔化为尘，修持劫内寻路径，念起真言归佛令。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1叩，再叩，3叩，4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2遍。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不非轻，灵宝提炉灵山地，拈花印证好三圣，坐在中原三星地，大正四川广桃心，天真说缘挂圣号，等待十字点神兵，云雷震开悟极途，天下人鬼不安宁，听在人天中华母，9年圣教归上圣，天花老母垂玉线，说缘显化在古东，南北2极连中续，文源古册在中央，老母降下通天窍，无垠山前对河童，因而要想归家去，只念当来弥勒经，用心持念佛来救，朵朵金莲去超生，适得西来白羊子，香儿点铁化成金，每日自心常持念，三灾八难不来侵，要想成佛勤礼拜，常持聪明智慧心，休听邪人胡说话，劳酸一马念无声，老母降下真天咒，用心持念有神通，满天星斗都下世，方列仙下天宫，各方城隍来对号，报事灵统查得清，三官大帝慈悲助，赦罪三朝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经典文部接地神，八大金刚来护法，四位菩萨救众生，金陵36员将，500灵官紧随跟，不住弥勒成大道，保佑香儿得安宁。北方真武为将帅，金脸红华显神通，择其照其遮日月，头顶身罗七宝星，威震北方为帅首，肃清诸恶挂甲兵，搭救猿人香儿女，火光落地化为尘，四海龙王来助道，各驾祥云去腾空，十方天兵护佛驾，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到山阳弥勒尊，吾皇敕令记下生，说服难言归正中，
来往照下真言咒，传下当来大藏经。因而刹女常持念，邪神不敢来近身。只念一遍神通大，只念2遍得超生，只念3遍神鬼怕，魍魉邪魔化为尘。修持劫内寻路径，念起真言归佛令。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1叩，再叩3叩，4叩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恭诵弥勒救苦真经第3遍。佛说弥勒救苦经，弥勒下世不非轻，灵宝齐如灵山地，莲花印证好三圣。落在中原三星地，大正四川王桃心，天真说缘挂圣号，等待时至点神兵，云雷震开雾极图，天下神鬼不安宁。现在人天中华母，就连圣教归上圣。天花老母垂玉线，说缘显化在古东，南北2极连中续，文渊古册在中央。老母降下通天窍，无垠山前对合同。因而要想归家去，此念当来弥勒经，用心持念佛来救，朵朵金莲去超生。使得西来白羊子，香儿点铁化成金。每日至心常持念，3灾8难不来侵。要想成佛勤礼拜，常持聪明智慧心。休听邪人胡说话，劳酸一马念无声。老母降下真天咒，用心持念有神通。满天星斗都下世，五方列仙下天宫，各方城隍来对号，报事灵童查得清。三官大帝慈悲助，赦罪三朝救众生。救苦天尊来救世，钦点文部接地神。8大金刚来护法，4位菩萨救众生。引领36员将，500灵官紧随跟。无助弥勒成大道，保佑香儿得安宁。北方真武为将帅，金脸红华显神通。择其照其遮日月，头顶身罗7宝星。威震北方为帅所，肃清诸恶挂甲兵。搭救猿人香儿女，火荒落地化为尘。四海龙王来助道，各驾祥云去腾空。十方天兵护佛驾，保佑弥勒去成功。弘扬了道归家去，转到山阳弥勒尊。吾王赐令记下身，说服难言归正中。来往照下真言咒，传下当来大藏经。因而刹女常持念，邪神不敢来近身。只念1遍神通大，只念2遍得超生，只念3遍神鬼怕，魍魉邪魔化为尘。修持劫内寻路径，念起真言归佛令。南无天元太保阿弥陀佛。10叩1叩，再叩3叩，4叩5叩，6叩7叩，8叩9叩，10叩手。回向文。弟子姓氏姓女杨凯祥，弟子赵长明，姓女王佩瑜，愿将以上诵经功德，愿愿将以上诵经功德回向于陈雅玲前贤，回向于陈雅玲前贤，祈求诸天仙佛菩萨，祈求诸天仙佛菩萨调解患者与
他所有有情众生了了解解患者患者与与他他所有所有有情情众众生生无形大德的恩怨，无形无形大大德的德的恩怨，恩怨，令其解冤释怀，令令其其解解冤冤释释怀，怀，助其减轻病痛，助助其其减减轻轻病病痛，痛，病魔之苦，病病魔魔折折磨磨之之苦，苦，得以早日康复，得以得以早早日日康康复，复，身心健康，不会增长。身心身心健健康，康，不不会会增增长。长。南无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弥勒勒尊尊佛，佛，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南南无无当当来来下下生生弥弥勒勒尊尊佛，佛，南南无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南无无当来当来下下生生弥弥勒勒尊尊佛。佛。后学今晚就学习到这里，感谢各位讲师，各位贤贤大德，晚安。感谢凯翔前贤间为我们为点传师，各位灵的各位前贤，大家晚安。晚安，大家晚安。很优秀的前贤晚安了，感恩啊，感恩父亲的慈悲。很优秀的前贤们晚安，感恩父亲的慈悲，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各位点传师，各位灵任，各位护灵任，各位组长，各位坛主，各位讲师，各位前贤们，大家晚安，大家晚安。王前贤晚安，雅欣前贤晚安，杨前贤晚安。